大家好啊，我係 Patrick 啊。咁啊，首先歡迎大家咧就收睇經濟通嘅一周部署。咁就睇翻嚟講咧，就雖然美國同伊朗咧好大機會就喺週末咧係會就新一輪嘅軍事方面嗰個嘅和談作出一個談判啦。咁其實近期見得到嚟講咧，市場方面咧可能就吸取咗咧舊年關稅嗰個嘅經驗啦。咁當個市場開始有少少轉穩嘅時候嚟講咧，咁就加快咗入市嗰個嘅步伐嘅。咁所以你見過去一個禮拜嚟講咧，基本上環球股票市場咧，對於一啲壞嘅消息嚟講咧，其實就好快消化咗。反而咧一有啲好嘅消息嘅時候咧，個市場方面咧係作出一個好大嘅反彈。咁而港股方面咧，早前咧就最主要一啲中資嘅科技股咧比較疲弱啦，咁所以就限制住嗰個恆指方面嗰個嘅升幅。咁但係喺啱啱嗰個禮拜咧，亦都係見得到啦，就一啲大型嘅中資科技股咧，都開始係即係叫做轉翻強勢少少嘅。咁呢個咧，我覺得亦都有幾個原因啦。第一就係話一啲長線嘅投資者咧就開始入翻個市場啦。咁另外嚟講咧，之前可能累積咗啲淡倉嘅朋友嚟講咧，亦都係見嗰個短期再落嗰個空間唔係好多嘅時候咧，就作出翻一個嘅補倉嘅行動。咁所以咧呢個咧都係推動咗咧佢哋嗰個股價方面咧係做好嘅。咁而隨住呢個中資嘅大型嘅科技股開始都回穩，亦都慢慢開始做翻好啦。咁恆指方面咧，其實就有條件咧係上穿26,300，同埋企得穩喺呢個26,300點個水平嘅。當個恆指企得穩喺呢個水平嘅時候咧，咁後市有機會上試26,800至到27,000呢啲嘅阻力位嘅。咁如果你話喺港股方面嚟講咧，可以留意幾個嘅板塊啦。咁當中國際嘅金融股咧，其實都係即係持續改善嘅。咁我覺得譬如話匯控方面，如果個股價能夠回調翻去大概137至138蚊啦，佢嗰個2026年嘅預計勝率咧都係11倍，咁而個股息率方面嚟講咧，都係有4厘半樓上啦。咁其實中長線投資價值都唔錯嘅，咁亦都係可以考慮買入啦。咁而另外咧，寧德時代方面嚟講咧，就公布咗首季業績啦。咁首季盈利增長方面咧，就有4成8嘅，亦都係非常之強勁。咁同埋嚟講咧，就公司方面都計劃咧就拓展呢個上游業務啦。咁呢個咧就可以確保佢有足夠嘅原材料供應，同埋嚟講咧就喺未來方面嚟講會發展嗰個嘅儲能。咁儲能業務個比重咧有機會會逐步再進一步增加。咁所以呢個前景嚟講咧，其實我覺得都係可以即係提高一線嘅。咁就至於呢個嘅中資嘅新嘅科技股啦，咁近期其實都幾熱炒嘅。咁我只覺得嚟講咧，就譬如蘭喜啦，甚至乎係呢一個嘅9903啦，天數智深啦，咁呢啲嚟講咧都係即係顯示唔到嗰個嘅強勢。咁呢啲嚟講咧，大家都係不妨可以即係留意下嘅。咁就整體嚟講，我覺得4月、5月份咧，外圍個市都係偏好為主啦。咁所以港股嚟講咧，同樣4月份我都覺得係有個上市高位嗰個嘅即係條件喺度嘅。咁就本人係證監會持牌人啦，咁就持有匯豐，持有呢個嘅寧德時代，亦都有呢個蘭喜，同埋有呢個嘅天數智深嘅。咁就最後咧就提下大家啦，就可以點讚我哋嗰個嘅節目，同埋記得訂閱經濟通嘅頻道㗎。多謝晒大家，祝大家週末愉快。